斗門華發苑子嘅一個中式園林嘅一個別墅，咁佢依家有一套係公底房嚟嘅，降咗有100幾萬啊，咁佢現價就有600幾萬啦，依家降咗成160萬左右，總價400萬就可以買得到嘅。我即刻去睇睇，嗱就係呢一套140方，上下有4層噶，咁呢度咧係我哋前花園嘅位置啦，可以睇到呢個係我哋採光井，嗰度係負1樓。一個花園咧就有120個方，即係前後花園加埋起嚟有120個方。呢個係我哋一個位置。入戶道嚟咧，我哋右手邊係我哋作為一個主人房，仲有個露台，非常之大。咁呢個挑高嘅話，呢個挑高就有8米啦，非常之大氣。咁呢度係我哋嘅一個後花園，前後花園120個方，非常之大做到。嗱，140方其實佢實用嘅面積係已經達到600幾嘅啦。咁依家喺度做緊特價啦，原價係600幾萬嘅，咁依家係直降咗100幾萬，咁就400幾萬啦，可以攞低呢一套上下4層一個華發苑子一個別墅。有興趣可以私信我，我發啲詳細啲嘅資料俾你，帶你現場嚟睇睇。